小丑结盟。为借债跑离我，热汗淋漓，鄙人赵常与嫂嫂见礼。站住！奶奶，咱家的醋坛子没到，哪来的这股酸味儿了？嫂嫂在上，你来还账，拿来，有钱就拿来，没钱快滚开！嫂嫂，我有急事相告。你有急事，那我的事比你更急。哎呀，嫂嫂啊！未曾开言，心高丧。我赵常穷困潦倒，我难当啊！何云落地去经商，家产当尽，忧丧齐放，无奈何解银把妻丧啊！我大脑缺下了带心肠啊！欠我3天还清账，我一钱就要小军把债偿，我欠他债50两，我的好嫂嫂，还善心结郎相帮，我与你邻里烧香啊！老账未还，又来结新账，怎有脸面你把口张？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？没银钱，哈哈，护家娶妻。理所应当。哎呀，嫂嫂啊！像我那女儿，虽非豪门贵秀，但却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、女工纺织是无所不通。像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倘若驾驭那虎蛋呐，岂不害了我儿的终身了啊！你女儿长得俊俏啊，长得漂亮，哎，大兄弟，好嫂嫂，呀，大兄弟，嫂子我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刚才你那番话呀，把我的心给说软了。要说借钱呐，嫂子我借给你。那俺父女可是感恩不尽呐。不过你得帮嫂子一个忙啊。嫂嫂，像我这一介寒儒，能帮带嫂嫂什么忙啊？这哦，不，
老赵常，看来这闺女你是不结了。嫂嫂，千事万事皆可，这此事貌实难聪明啊！既然你无意，休怪我无情。这钱我不借，老丈当面去。站住！拿账来！啊！嫂嫂不可，嫂嫂不可，嫂嫂不可！倘若你答应，这钱借给你，老丈再等等，哪头重哪头轻，你自己尝。嫂嫂，我欠的债期明天就到。明天紫竹园见面，你那里叫人，我这里交钱，一言为定，绝不落空。告辞。不送。定要去他百花堂。今日不是我写樱花，寻花我留走一场。
朋友，快走啊！前边已到此处远了，咱们快走。啊，爹爹，你看女儿衣衫破旧，无心游玩，还是让我回去了吧。儿啊，你那败家败母在那里等候于你？倘若此举能够讨得他的欢心，你我父女以后嘛，也就有了依靠了。爹爹，你可不能把他冤家呀！快走。是。快走啊！
休想掌握一文铜票珍珠。万花亭上把他等。嫂嫂，儿郎，这是你败家败母上前见礼。是。拜拜母一副口面容，走上前来我飘飘拜，尊一声拜。哎，叫干娘。我的干娘啊，干娘叫脸上。愿人老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呀，我的乖乖儿啦！好一个俊俏的赵凤英，话不虚传是真情。他恭恭敬敬是一礼，果然是那个知书达理，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，好似风吹响雨淋，又好比秋雨杯碰见钟啊，滴哩哩铃啊，滴哩哩哩铃，滴哩铃铃脆铮铮。我的好乖乖，那个你咋还没能好听啊？我这里仔细把个观看，这闺女长得就是齐整，一头青丝如美髯，那个白又不差，亮晶晶她脸皮白，台上生啊，性子严，呼哩哩哩哩，两道眉那个又黑又细，赛弯弓，疙瘩瘩鼻子多相衬，樱桃口不甜，自来的红十指伸出如论须。凤挺宝的指甲红，小胳膊伸出来的袖有四针，这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，好比牛3月的藕棍出水坑井，大凉水又冲冲。官把女子心高兴，这一件大事算办成，说几句暖心话，把她哄闺女，为娘眼来就分明。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，你就是妈的叫亲生。有几两碎银拿去用，看我不够眼一收我的闺女呀，你花的再多点儿，妈也不信。哎，嫂嫂，说是咱商定之事，哎，嫂嫂，嫂嫂，嫂嫂，这位小娘子长得可真漂亮啊！啊，咦啊！
冷啊！哎哎，王土做事太胆大，教习民女犯王法。闺女，走！谁敢动你一指头，我把爪子给他剁了！走！他骂你，骂人！住手！哎，那位小娘子她是何人呐？小女凤英。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，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的包涵呐！呸！哎你，哎，他是谁？他就是有名的胡大刀。哼，他是我老丈人，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。老丈人，限期到，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。胡公子，我还你银子。去你的吧！胡公子，胡公子，胡公子。姥姥二嫂，国父来了。大事可曾备齐？聚义平堂，稍事辛勤国父，还望姥姥二嫂多多的操劳啊！哎，这乡里乡亲理应分析。且到前庭待茶。哎，书童啊，啥事儿啊？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事儿，你可曾记下呀？你不是说俺家公子的病有轻变重，有重变
封了吗？不错，你家公子一封啊，咱都有理由推迟婚期了。是啊，到时候把这门亲事退了，不就行了？对，哎，你给我说说，我刚才是怎样教你的呀？忘了吧？对，哎，表少爷，你不是让我以跺脚为号吗？哦，跺脚为号，我这一跺脚，我把病情说，公子病床头，瞪眼伸舌头，我这二跺脚，乱发配馒头，见人就磕头，我这三跺脚，手持大棍头，要打小姐头。你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丫头。哎，表少爷，那你这男女不清图啊？哦，都怪我一时昏了头，少时大事办到头，我请你吃一个18斤半的啥大猪头。大奶奶到，来了，丫鬟，请老夫人出堂，有请。我一见亲家母啊，是喜上有加喜，总说来瞧你这穷忙姑姑的，尽待俺闺女前来探望你。孩子，快快上前见过你那婆母。儿遵命。孩儿拜见。我家小姐给老夫人叩头了。哎呀呀呀！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呀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！来来来，叫二嫂看看，过来，叫二嫂看看。好一个如花似的，女儿家。
这夜叉变貂蝉，这事儿真稀罕。请假，请。顾母笑开言，我可做了难也。夫人，刘夫人，公子病床头，瞪眼伸舌头。耶！快把配满头，见人就磕头。你手持大棍头，要打小姐头。你顶头不外头，变了。变了。你给我滚吧你给我滚！亲家母，俺那门婿疯了。不，是我家表兄刚才做了个梦。是梦？是梦。不是疯了？不是疯了。不是病？不是，不是疯病。亲家母，瞒着俺们门婿不是疯了，他就是真疯了，俺也不会三心二意的。哟，亲家，看你把话讲到哪里去了？咱这门亲事啊，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定儿不易了。怀才，过来。姑母，我把你个不姓氏的奴才，一桩好端端的一言，险些被你拆散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言？他，还不快快上前见礼去！不怕他偷领，把主还，咱给他顺水好事传。快去！知怀才将过拜母。徐公子，这2天你辛苦了。哎，分内之事，理当操劳啊。拜母，这位小姐是丑女凤英，你见笑了。白小姐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不知道白小姐过不从西，少去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夫妻都是内亲，何必过谦呢？来，按这厢有礼了。快替我还礼！俺家小姐礼到。他是真珍珠丫鬟徐公子，你忘却了吗你？丫鬟是真，只怕小姐是能姑母的儿媳，俺家女儿，你家表嫂呗。表嫂。哦，对，表嫂，不知道表嫂过不从西，小弟少去远迎，当面恕罪。亲家母，俺那女儿憨傻不精，不，再不然丑陋不堪。哪里？既然不憨不傻，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，这是何意？告辞了。拿来，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，你千万不要生气。来，快请坐。怀才，出去。他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为他一看出什么破绽？小冤家叫你我一乱心烦，风一乱，可不能再次见面。你可要不挽留这个长卷。放心吧，亲家母，告辞了。哪里前去？一冲喜，二回去，喜去给你送儿媳走。哎，拜母，
恁们许的病啊，是白天轻，晚上重，看病需要到3更。到3更。他二嫂，俺家有要事，千万可不能在此过午。哎呦，我的伯母啊，你看此刻午时已到，哪有心情过府？进门就走这里呀！来坐，快坐下啊，坐下。他伯母，纵然事情再急，也得吃杯水酒。酒，再走啊！是啊，吃杯水酒。